大家好，喺新西蘭眾多吸引人嘅旅遊景觀之中，親近冰川係最令國際旅客躍躍欲試嘅行程。彷彿未體驗過冰川，就係未睇過新西蘭最靚嘅一面。想踏足冰川，要花嘅錢唔少㗎。冰川又的確係人見人愛嘅。曼谷國家公園就有免費嘅步道可以親近冰川。而呢條80號公路係去國家公園嘅必經之道，沿途大約1小時都有曼谷喺前面等住你嘅。呢個國家公園裏面有雪山群大約300幾條，以曼谷國家公園為發源地嘅冰川至少有70條，旅館都集中喺附近，包括呢一間豪華嘅酒店隱士山莊，距離酒店幾分鐘車程就有旅遊資訊中心。旅館集中地最方便欣賞新西蘭最高嘅曼曲，即係曲克山。唔少嘅旅客夜晚都會喺度留宿，呢一帶係出名嘅暗黑夜空。無論你係咪有興趣，都唔應該錯過欣賞呢一個純淨嘅星空。由酒店經過 Hooker Valley Road， 開車6分鐘有個停車場，會先途經呢一道鐵橋，不妨落車影相打卡啦。有意探索曼谷嘅國家公園步道，就要認住呢一條路。到咗停車場，可以見到有好多條步道起點嘅指示牌，旁邊有俾大家可以用嘅廁所同埋休息室。步行完成返嚟嘅人最啱用於休息或者避風雨啦。呢個就係胡克谷步道嘅起點方向啦。起步好快就會見到呢一個高山紀念碑，步道上面風光如畫嘅。仲有壯觀嘅吊橋，冬天嘅時候雪山處處真係靚，幾乎每一刻都係打卡嘅好地點。Hooker Lane 胡克湖真係美不勝收。仲有 Kia Point 步道景色，同埋更多步道等待大家探索㗎。